紅色波衫主場之利香港隊啦，但係先見到入波咧就作下土庫曼呢邊喎。開紀錄啦！即係輪到一隻香港隊即刻積極反撲。今次見到隻艾華頓啦，放正選嘅球員拖下，等到咧就余子能做個 overlap， 坐下後腳，余子能一個好靚傳中球，後俾黃威後想做個彈地波搞掂你啦。11分鐘已經咧就迅速攀成平手啦喎，黃威嘅入球。哇！呢個後上頭槌好精彩，嗱一傳精彩啦，艾華頓後腳，余子能嘅傳中波恰到好處，有力水有高度，落點亦都係靚，黃威嘅攝位亦都係一流啊！成件事都係好完美，冇辦法啦，稍微走快咗少少。然之後土庫曼又嚟了啦，右手邊位置又見到隻阿馬諾夫啦，過咗老大哥呢個法蘭道，拖下落底線位置。見到明加索夫喺度啦，特登 chip 後啲，讓俾明加索夫褪。黃金餐市，但係呢球可以欠運。另一次機會，黃威嘅大腳龍門打出不弱益殺，艾華頓搞掂啦！第一時間一彈，笠咗個空門入。心靈啊，攞都唔攞，嗱門將打呢個手上麻麻地啦。